大家好，我係嚟自路德會李長江中學嘅蘇穎琪。我係李婉瑩。我係盧依莉。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下我哋設計嘅 AI 聯網智能風扇系統。大家都知啦，香港嘅夏天又熱又焗，真係好令人困擾。係啊，尤其係夏天等巴士嘅時候，好似焗爐一樣。我都覺得係啊，有啲巴士站雖然有風扇，但係數量太少，喺人多嘅時候根本就唔足夠，而喺冇人嘅時候又成日開住，浪費咗一啲不必要嘅能源，增加咗能源消耗同埋對環境嘅負擔。同時亦都要額外安排人手去管理風扇，造成咗人手資源嘅浪費。而我哋設計呢個 AI 聯網智能風扇嘅設計概念，就係可以根據人流嘅情況去調節風扇。咁喺人多嗰陣就開多啲風扇，而喺冇人嗰陣就自動塞晒啲風扇，藉此減少一啲不必要嘅能源消耗，保護環境並且幫助可持續發展，同時亦都可以增加乘客嘅舒適度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哋就會介紹下呢個 system 有咩功能，同埋呢啲功能可以點樣去實現嘅。咁首先，我哋會用到一個溫度濕度感應器啦，去搜集環境中嘅溫度數據，同埋我哋會用到 High-Speed Lens 呢個具有 AI 功能嘅鏡頭，通過人面識別系統去偵測排隊嘅人數，將呢兩個係數據一齊 send 俾 Microbit 去進行處理。咁跟住，如果我哋探測嘅溫度係高過26度之後，我哋嘅 system 會根據指令去調節，幫助等待巴士嘅乘客降溫，亦都可以減少能源嘅浪費。咁就等我嚟講一下呢個流程啦。咁首先，我哋呢個溫度濕度計會偵測現時嘅溫度係咪大於26度。咁當系統偵測到現時嘅溫度高於26度時，系統就會判斷為酷熱天氣，並進一步判斷 High-Speed Lens 係咪偵測到有人。如果冇偵測到有人，就唔會開風扇。假如偵測到有人，系統就會根據人數對風扇嘅數量作出調整。例如，當人數少於2個人時，只會開1部風扇；當人數多於2個人，就會開2部風扇。而冇人或者天氣唔夠26度時，就唔會開啟風扇。哇，聽落去唔止高效，仲好有人性化添喎！係啊，我哋仲有實時分析數據嘅功能，咁我哋就透過呢個 IoTBeam 擴展版，將數據上傳到網絡，上傳到 ThinkSpeed 嘅網站面，就可以見到實時嘅數據，而將呢啲數據分析成圖表，令巴士公司可以根據實時嘅人數考慮需唔需要調整班次，同時收集咗嘅數據亦都可以幫助巴士公司去判斷環境嘅舒適程度。咁我哋呢個 system 佢都好符合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嘅。首先喺氣候方面啦，咁我哋嘅 system 可以減少能源浪費同埋碳排放，避免咗溫室效應嘅機會，從而去達到保護氣候嘅目標。而喺可持續發展同埋社會嘅方面，system 通過一啲實時數據，可以更加有助巴士公司去減少同埋增添班次。我哋呢個展示嘅模型亦都係以環保物料去製作嘅。最後，我哋想講嘅係呢個 AI 聯網智能風扇系統雖然細，但係佢嘅意義好大。佢唔止可以提升公共交通工具嘅舒適度，仲可以節省能源，去推動可持續發展。除咗以上功能，我哋呢個風扇系統都可以提升同埋增加一啲功能，例如根據現場嘅人數去調節風扇嘅風速，或者根據濕度去調節風扇嘅開關。希望大家都鍾意呢個 system 啦。多謝大家。